乡真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1日，公司台记台在起新闻，我是邝兴祖。先开始来关心寒流有一波接一波，昨有小可回温，阁看到日头，也毋过今仔日阁有一波寒流到位。虽望强度无顶一回遐尔强，也毋过同款是淡冷。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低温敢若6度尔，关山嘛有机会会落雪。另外，伫这几天有地动2摆，气象局是表示讲，这礼拜可能还阁有规模3以上的地动飞。礼拜日时日头出来，天气真好，周围的雪嘛扬起啊。毋过这种天气敢若维持一天，11阁有新一波的寒流报道。北台湾、花东甲中南部山区会落雨，另外北部1500公尺以上的关山，即个嘛有落雪的机会。以明天的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偏湿的一个情形哦。那在北台湾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是也会有局部的降雨出现。气象局指出，虽望即个寒流强度比顶一波更较轻，毋过同款湿湿，而且愈换是愈寒。台南以北上低温会伫咧12到13的透早，北部的气温会落到甘若剩6度至9度。最冷的时间点哦，就是落在周2晚上到周3清晨之外期间哦。由于寒流加上辐射冷却的一个效应之下，那我们预计在台南以北的地区大概就只有6到9度的低温，其他地区也只有10到12度的一个低温出现哦，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做好保暖的工作。气象局预测，寒流会伫咧13拜3减弱，一路到15天气地较稳定。另外，顶礼拜连续2个地动，车到宜兰规模5.7的地动，还佫有彰化连在起，嘛发生规模4.9的地动。气象局表示，2件地动无关联性，拢是正常的能量释放。毋过嘛，提示讲未来1礼拜，无排除讲有规模3以上的余震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寒流较贵，各地温度拢会降低。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花莲的水水9度8。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中部以北、东半部、平湖、甲南部的山区，有的所在会落雨，因为水汽较饱甜。今日下暗到明仔透早，关山阁有机会会落雪。若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花莲的水水9度8。今日下晡开始，愈晚愈寒，对尾暗开始，有的所在低温无到10度。若明仔暗到后一个透早是寒流上强的时阵，沿海较宽的所在低温只剩4度。若北部平地低温是敢若6度至9度，乡亲一定爱穿好少。寒人霜风转入骨，遮尔寒梅花应该爱大出，也毋过伫嘉义梅山公园梅花开无一成，互尤其是真失望。公园管理员是表示讲，因为雨水无够，爱搁等1礼拜。看起这梅花树顶面大部分拢也是花苞，拢也未啥开，只有部分有开几蕊啊。为伫家己的梅山公园，往年这个时阵花拢已经开啊，是花开上水，真侪游客拢会来赏花的时阵。不过今年到这阵拢也无啥开。有点小失望，因为真的还没怎么开，没有花，没花，没有花。唔惊这个寒流真寒的天气来看梅花的民众，看到花无开，拢有一寡失望。因为花的花苞成型需要低温加水分这外在条件。离公园管理员讲，对去年到这阵雨水量无够，所以梅花花期也延后。入夜就是温度梅山的温度有达到8度啊，原先的小花苞已经陆续开花了，已经这棵已经将近5成，其他不到1成。另外，公园管理员也讲，园区即阵的花访只是梅花都开始要开，若是要看到梅花大开，可能还阁等几工啊。上紧阁再过1礼拜，花才大开，到时阵就是赏花上好时阵。而这个花期啊，差不多会持续15到20天。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苹果日报》。北大科技前董事长叶素辉，伫11当前伟康公司4亿8千万，封判16年8个月。伫2008年是假释，因为无再调纳1亿8千万的罚金，改劳动服务用1096天来抵消，各计关3档。伫昨昏期满出来呀，结束4000多天封关日子。来看联合报，身心障碍者关业保障法有规定讲，人较侪大企业爱用一寡身心障碍员工，若无正当旅游无用爱罚法，也毋过11天来拢无半径罚法。真侪企业是甘愿拿无正用的差价补助准煞。若是北市的劳工局，即马是呼吁劳动部爱提悬差价补助，对2万4提悬到3万4。来看自由时报。阮固离的医疗今年是正式加入健保给付的项目，初期伫山地抑个外岛，大约有50个所在的门诊拢会使使用。
医生每看一个人会使摕到500点到2340点的给付，一点大概是新台币9角。目前有1亿的预算，大约会使看20万人次。后个月就是旧历过年，是团圆围炉的大日子。伫国外台湾人拢会回来过年，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疫情指挥中心有加严防疫措施。伫居家检疫，即马是规定讲爱一人一户，一人一间。目前有开放集中检疫所，会使先注文，不过有台商是讲敲电话拢订无，抛壳冇咧收。过年真侪人要回来过年，加上防疫旅馆无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找到集中检疫所，予过年要回来台湾的民众来申请。不过台商回来台湾进前，必须要先申报大的旅馆也是集中检疫所。就台商表示，网络限制申请真困难，有人决定取消回来台湾的计划。透过 VPN 才能够翻墙登录上面。那还有的人有了 VPN 也不一定能够翻上去订这个酒店。市政府表示，有中国侪网站遭到封锁，造成台商无法连上网站来进行申报。敲国际电话想要预约防疫旅馆，也得到无空房的回复。以后由政府做出配套的做法，让台商能安心顺利来回来台湾过年。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再把这个再检讨、再释放出来。好，那当然。交通部观光局这边的防疫旅馆的数量也都在增长中，所以这2个方面都是可以提供我们国人回国的时候做使用。王必胜表示，到初10早起9点，已经有818人申请，大约占床位的54%。强调未来会看申请的状况来进行检讨，并且适时增加床位来应用。看到农历过年即要到台商拄到的网络连线的问题，要安怎来解决，也已经是赶紧爱解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滚价。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9000万例，死亡人数有193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增加病例，目前是828例。中国的病例有87000例，香港有9000多例，伫日本是超过2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200万例，印度是超过1000万例，巴西超过8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法国超过284万例，伫英国是超过300万例。中国河北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即马愈来愈严重。伫首都的北京嘛出现一个本土病例，河北省是赶紧进入紧急状态，大约有2000万人，即马互规定讲爱伫厝内隔离7天。河北省陷入紧急封城的状态，石家庄甲邢台市等等的所在，宣布全面爱居家隔离7天，所有的人袂当出门，袂当群聚，嘛袂当离开社区。算算的河北省差不多有2000万人隔离伫咧厝里，甚至有民众为别位做工课倒转来，因为社区封锁，袂当回去厝里。是我们晚上加班，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哎，又回不了家了。然后商量说，这也不行啊，这干什么事啊？出去帮忙吧。说你们需要什么，给你代购一些东西。我们就直接装车，那我们有专业的车队啊，我们有员工自己自行组织的车队，我们就送到了小区内。隔离7天，生活受到冲击，邢台市用物资配送车，送民生物资进驻每一个庄仔头。中国卫健委通报，查到新增加48例本土病例，其中有46例拢伫河北省，内底有10个人最近捌参加婚礼。咱若石家庄调度3间病院，加做疫情后备病院，会当提供2500个病床。为初6到初8，河北省石家庄全市头一批核酸检测，拢总验出364个人是阳性。咱若检测人员是忝到怎伫遐休困？在对石家庄市、邢台市发现阳性人员的重点村庄、族户、族人进行拉网式排查，严格控制村内聚集性活动，引导村民尽量少摆席、少串门、少走动。另外，北京车港嘛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甲一个无症状的感染者，是网络出租车的运将。最近捌离开北京去食喜酒，2个人是爸仔囝的关系。即卖疫情愈来愈严重，中国官方呼吁民众过年伫咧做工课的所在过得好，嘛要求爱取消聚会、婚礼，还佫有每个聚餐、甲家村等等群聚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西班牙来关心，西班牙拄着半世纪以来上大规模的暴风雪，上无有4个人死亡。不过袂使互天气影响防疫，为着要互预防车送货会当顺利，咧赶紧咧清机场，也有路面的积雪。另外，也有超过1500个人掉伫车内，好加载拢互救出来。部分的所在即马雨势封起来啊，预防车甲医护人员，也有一寡驾驶，即马拢爱用直升机来运送。伫马德里来紧急医疗服务团队是即个大雪当中，头一个以直升机加空中的路线去执勤的队伍。西班牙目前互风暴菲鲁海纳侵袭，伫空中来看马德里甲西科维亚地区，顶礼拜5、拜6两天的积雪是超过50公分，创历史新纪录。礼拜车路、铁路甲空中运输拢受到阻碍，因为在意会有疫苗到货，为了保持配送顺利，官员是提早部署，军方出动人员一直甲天基北顶悬的积雪拼掉。Ambos ministerios mantenemos un contacto permanente, dinámico, con el que ajustamos y ajustaremos el dispositivo previsto a la operatividad del aeropuerto de Madrid-Barajas, así como a la situación de las carreteras en la Comunidad de Madrid y provincias limítrofes。除了陆地运输，官方嘛派直升机来接应，让疫苗驾驶顶顶去雨雪封掉的地区。伫马德里西北方20公里的一间超市，花价顶悬已经无物件。气象局警员嘛警告，后礼拜气温可能会降到摄氏-10度，因为落雪有的人互吊车，超过1500个人互救出来，啊，毋过也是有食饱的车主，干内当甲车放伫路边，性命较要紧。官员表示，按算要出国的车应该延后计划，但是一定爱出门的，车的囡仔一定爱当训练。日本卫生流动性测查表示，患一种甲英国甲南非变种病毒无共款的全新型的新冠变种病毒，这是巴西到日本的旅客有4个确诊患者所体检出来的，目前也阁无清楚传染力、感染了后重症的程度，还阁对疫苗有效性的影响等等，相关单位正在进行后续的调查。公司新闻吴美玲编译。镜头来印尼来关心印尼的属价航空一架客机对首都雅加达起飞了后失去联络。印尼的官方即马是证实讲飞行机已经是坠落大海，目前正在找找，那亲像有糊着飞行机的碎片，也有参像乌鸦仔的信号。另外，伫西爪哇省是因为大水雨、水崩山，有造成11个人死亡。直升机伫发生事故的海峡附近顶悬咧飞，主要超找范围是伫雅加达北部的外海。救援人员准备落水找人，包括几啊百个军警人员，还有10只军舰，持续伫海峡甲空峡斗找人。军方伫海底23米深的所在，发现客机的残骸，还有物件，推测可能是飞行机墜落海的所在。Ada warna kuning, warna biru yang dimungkinkan itu adalah dari bagian dari pesawat demikian。印尼三佛齐航空一架波音737-58的客机，原底车到下晡2点36分，要为雅加达起飞，不过因为落大雨，延后1点钟起飞。不过煞伫咧4分钟了后，甲塔台失去联络。迄当阵飞行机顶有载62个乘客甲机组员。当地渔民讲，有听到真大声爆炸的声。搜救团队透过水底金属探测器甲定位的仪器，发现那像乌鸦仔的信号。Ditemukan juga adanya sinyal kontak 2 titik, mungkin diharapkan itu kita mengharapkan apa itu black spot atau apa begitu, tapi sedang kita dalami。是因为天气、机械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致使客机墜落海失事，也搁来调查。不过，互印尼救援人员苦撞的，也搁有西爪哇省。救援人员要甲这架救护车为土内底扛出来，因为大水雨引起水崩山，造成11个人死亡，18个人受伤。国家灾害应变总署发言人伫声明当中讲，离首都雅加达东南边150公里，西爪哇省的一个庄仔头，找到下晡4点到暗时7点半，发生2架水崩山。当地气象单位警告，可能也会有大水雨影响救灾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过10天，美国总统就要换人做。若目前的美国总统川是煽动支持者总入去国会，阻碍总统当选前的认证证书。因为武即出的，所以国会即马暗算要弹劾川。若是有弹劾成，安尼就是伊任内第2摆互弹劾，嘛是美国头一个互弹劾2摆的总统。
加州的台湾的众议员刘文平、罗德岛众议员大卫西西里尼、加马里兰州众议员詹米拉斯金，三个人所倡议的弹劾川普案件，指控川普煽动暴力行为对抗美国政府，想要推翻选输拜登的事实，加上一把打电话给交伫亚洲州务卿拉芬斯伯格，协迫伊找出有够胜选的票予伊，做了政权和平交接。虽然内容讲，川普的种种行为显示，若是予伊继续留任，会对国家安全、民主甲宪法造成威胁，所以讲提案来解弹劾。We already have the full speech of Donald Trump at the rally where he's inciting the people to attack Congress and the Capitol. We have his repeated statements on social media. We don't need to do a lot of investigation because this is all out in the open. So this is a different case than, for example, what happened with the first impeachment. 车人造成5人死亡的华府大暴动了后，刘文平这人就在议院中间推动签名的联署，到初九得到185名众议员支持。刘文平讲，因会在10月正式提出弹劾案件，若是顺利在众议机关会送到参议院举行审判。离1月20拜登新政府上任敢若剩9天，是不是法度完成时间是非常的紧迫。若是完成，川普成做美国史上头一位在任内互弹劾2摆总统。另外一方面，联邦调查局甲司法部门逮捕甲起诉华府暴动参加者行动正积极进行中。极右派阴谋论团体稳重4名正 Q 的部署杰克·安丘利，走入去议长佩洛西办公室破坏理查·巴奈特，搬走佩洛西港台的亚当·强森这人拢经互抓起来。FBI 也呼吁民众协助对社群媒体，也是对监视录影带内底来指认参加暴动的人，并且提出5万块美金的奖金，要找出初6迄天在华府民主甲共和2党总部外口安坑炸药的嫌犯。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因为各国暴动造成一个警察死亡，为着要悼念这个殉职的警察，华府的公家机关拢降半旗，只有白宫无。1月20，拜登就要进行就职典礼，川普已经呛明讲伊无要去参加，只有副总统潘斯会去。另外一方面，川普支持者即马伫公开场合点骂共和党无共意见的人士，这款做法嘛引起争议。You are a traitor, Lindsey Graham. A traitor. 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汉车被在华府雷军机场航厦内底，遭到几20名川普的支持者为了骂讲伊是叛徒。过去4年，格拉汉一直是川普在国会坚强支持者。不过，初6的大暴动发生了后，格拉汉先是反对阿里松纳加宾州代表向拜登廉政庭书提出的异议，虽然伊个爱川普接受败选，和国家社会疗伤止痛向前看。结果就是公开向为了骂。而明尼苏达州的首府圣保罗市街路初9有差不多100人左右的川普支持者继续伫争辩2020大选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初9新公布的国会山庄冲突的情形，互外界惊一个。这暴徒摕着棍仔，也有号召喷雾这武器，甲人数真少的国会警队在入口的所在杀来杀去，有人摕灭火器攻警察的头壳，也有警察放入伫的玻璃大门内底，会插插地听甲是大声哀叫。冲突的过程造成一个40岁服务满15年的警察布莱恩·史尼克重伤。经过1天紧急抢救了后，最后员不治死亡。消息传出来了后，华府的公家机关全部拢落半旗来致哀，就白宫无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亚日国际上抑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的媒体是报讲，大量牵涉中国武汉肺炎病毒的研究资料，即马互人伫网络顶头睇掉啊，引起中国又搁要暗砍疫情的争议。来看中亚国家吉尔吉斯经济无稳定，昨昏是举行总统大选，要是政治反的反对派领袖临时总统扎帕罗夫摕到80%的选票大赢。来看中国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已经2个月唔捌公开。被失踪的风声不断，美国的金融界即马是传讲马云恐惊已经互中国掠去，互掠去关啊！咱台湾的防疫表现受国际肯定，即马是风声讲中华民国医师放射学会甲放射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拢有收到国际人民的来函，要求咱甲台湾提调，改做中华台北。目前咱有社会去抗议，也毋过还未得到回应。
去年国际艺术放射师联盟向向写公文到中华民国艺术放射学会甲放射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表示要甲伊会员名称头前的台湾提掉，改做中华台北。讲国际认定台湾无算国家，请用地区来列名。他们那时候只给我们2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是希望我们改成台湾 China， 那第二个呢就是循奥会的模式改成 Chinese Taipei。那当然呢，在这2个名称上呢，原则上我们台湾的放射师都是不能接受的。到了12月初呢，他们临时又通知说，因为他们接受到了 WHO 的压力，那所以实在是没有办法在网站上一定要更新名称。放射师工会全联会表示，两会加入国际艺术放射师联盟已经50年，算我是元老的会员，每年也拢定期甲会员国代表来开会进行交流，我都接受这款的结果，因为是 ISRRT 在疫情期间，国际舞蹈舞会交流赢的多，真正是真想起一个遗憾。去年接受这个讯息之后，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愤慨哦。事实上，他并没有多次的跟我们沟通，那就擅自把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台湾改成这个全是台北。虽然说是在他的网站上面，但是我们立即就责成我们的国际事务委员赶快发一个抗议信。我们会表示严正的抗议，透过外交的途径来寻求协助然后维持我们国家的尊严的名称。外交部是表示，两会已经分别写电子邮件向 ISRRT 的会长纽曼来抗议，不过这阵也未得到正面的回应。外交部已经指示 ISRRT 的总部所在地驻英代表处，促请 ISRRT 在伊的官方网站恢复用台湾归类咱2个医卫团体。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寒流昨昏有小可回温，若今仔日寒流阁较贵，温度安尼起起落落，嘛互彰化县警察局外壁的态度为个碰鼓落落来继续车。目前警察局已经请人甲态度卡落来啊，嘛有设防安全网，嘛提醒乡亲，即阵仔行伫大路也是大路边，一定爱细致。大楼的外壁，因看到遮落一片，迄边嘛减一大片，已经袂少的泰路已经落落来。因为烦恼讲，若是泰路佫熊直接落落来，会去讲到下面经过人车造成意外损伤。工人有时坐上升降机，赶紧甲外壁遮已经有碰起来的泰路一块一块卡落来。这一次寒流，它再降到10度以下，像现在气温回升到16度以上，对，它就是会热胀冷缩。都造成那个瓷砖玻璃。彰化县的警察局大楼已经使用20多年啊，外边的态度陆续出现落落情形。不过最近寒流来袭，气温大大降低，离夜温差搁大，结果互外边态度落落情形搁较严重。真侪所在闭气有一寡已经碰起来，有的民众甲车停伫警察局边仔停车架，结果就互落落来态度直接讲掉。县警局应该要尽快的来这个。整修那个墙面不然至少应该要在下面要加那个防护网，以免那个砖块在热胀冷缩的时候剥落还没有修复之前我们会来架设在底下来架设防护网，以防瓷砖脱落下来砸到这个路人。彰化县警察局表示，原本就已经规划要向县府争取大约2000万的经费，要甲泰路全部卡掉。但是呢，不过有计上紧，今年热天才会动工。不过因为最近温差伤过大，造成泰路拢落来，会优先来处理。另外也搭设防护网来防范，避免人车去损伤到。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外岛无焚化炉，本所敢会使靠船送到台湾本岛来处理。若是建摆到观光大月，游客多，本所就多，嘛会增加运送本所的成本。所以要安怎对源头来减少本所，即嘛是上重要的代志。清早3点外的龙文渔港，吊车甲货柜扛起哩货船，货柜装的毋是物资，是偏乌的本所。日时货船到高雄港了后，本所会送到公山，或者是人武焚化厂烧。无焚化炉的偏乌，所有要烧的本所拢得爱漂流过海。东北季风大的话，风浪大，有时候船就没有开，它下一次的量就会直接增加，一起过来。甲本所送本岛来烧，爱看天气，佮爱配合焚化炉烧的量。不过上大的问题也是，高雄对2017年开始要求本所烧出的物件送回去原本的管区。这地属偏污处理本所的成本加买3倍。底渣回运处理的一个成本的来讲，其实老实说是比代销的费用付出的成本还多，加上后端的一个转运的部分的一个
底渣的一个处理的部分，我们整共的一吨垃圾的成本是要6000多块。请人倒烧粪扫的管期只有是接受这个条件，不过因为处理的成本相当，粪扫佮歹再利用，偏要就要去环保园区解决问题。针对这点，环团介绍无啥认同。今天焚化炉来了，感觉好像解决了我们现在的问题，可是我们现在的垃圾其实在分类上做的没有不够确实。那这些如果是厨余或可以烧的、不可以烧的，通通进焚化炉里面，其实会制造非常大的垃圾问题。若是偏哦，真侪发电观光的离岛拢无焚化炉，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各路的人丁地属离岛的粪扫大增加。偏哦，小琉球、绿岛规个所在，这几年也拢有咧推动加设饮水机，做环保杯啊，这款要减少粪扫的措施。饮用水量已经用了大概330公吨。那以330公吨换算每一瓶我们600毫升的一个保特瓶装水来讲哈，大概是50万瓶。手机扫 QR code 就通免费借环保杯啊！小琉球除了加设饮水机，互人抵水，也含在地点头推出流行杯，对减少塑胶粪扫真有帮助。偏有今年也军队这寡措施，绿岛这边是有咧推动，和游客倒炸塑胶公仔登去台湾的方式。帮忙绿岛的居民带一点垃圾回去，能帮忙就多帮忙，让有更好的这份环境可以传承给下一代。纸箱内底玻璃干仔满满是，为着避免危害环境，环保团体把干仔重新制作，变做底物件用品，送予倒扣粪扫的职工和民众。生活上的东西，我们不想要再让它变成垃圾，对环境也好，对开采人也好，那个危害都是很大的，绝对不亚于塑胶啦。粪扫上本岛处理是治漂无治本，要减少粪扫，要是要靠大家合作。政府、民间爱共心，守护家园，卖互粪扫变作是离岛的光景。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去屏东。屏东县的潮州镇有真丰富的文化，也阁有真侪族群。为着要促进地方的发展，即摆有基金会招在地少年家设10种主题行程，要来推广潮州的人文特色，嘛帮咱遮的少年回乡来创业。跟着音乐起舞，然后至少要跳2分钟，然后让我们的神明感到满意。庙埕内底一群游客连暝仔咧表演人狮，连暝仔咧解谜猜。这是台湾好基金会甲在地青年伫屏东的潮州推出的2020潮旅行系列活动，其中以林小鸟抗日的历史事件做主题，串联事件的相关地点，甲日本文化园区所设计的弄馆活动。希望用林少猫这个抗日的一个事件作为一个我们故事的一个主轴，除了趣味性之外，也是希望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就是认识不一样的潮州的一些地方的特色啊，或者是地方的店家。潮州镇有多元的族群，甲真丰富的历史文化，为着要保存甲推广这寡人文特色，在地青年设计出10种主题行程，包括火车站、汉药店、芳仔园、甲火龙果园等等的体验，也阁有客家人、原住民、甲越南新住民的文化主题行程。平常来潮州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感觉有很多的老房子，但是不知道要怎么认识他们，这样就是在更深入潮州啦，就不会只是来吃烧冷皮，可以更认识这个地方的人文。这个2020潮旅行的行程，一个公开注文，名额就互人抢了了。透过台湾好基金会的引带，唔但互回乡发展的在地青年做出成果，嘛成功推销地方的特色，互各地游客更加了解潮州的好。记者综合报道。咱伫屏东南区的老人之家是专工邀请艺术创作者带时代来画图来创作，透过这款方式增加老大人的自信，也有成就感，那mau达成艺术治疗的目标。最后呢，冇举办艺术千考展览，带乡亲咱嘛做伙来欣赏。画笔大诗意，白纸染色水，每一幅作品看起来五花杂色，拢有家己的风格。这是屏东南区老人之家。老大人伫老师的引导下，成做是艺术家，回想因青春少年时的过去，画出家己心内的迄片天地。这金菇啦！啊，你为啥要画金菇？啊，我个想到个画啊。你画什么？布袋戏。怎么会想要画布袋戏？这是心里头想出来的。你以前有画过吗？有啊。
在寺院里头有画。那这个我们结合了一个记忆的疗法，我们去选了跟长辈们他们年纪、他们生活可能接触过的物件，把它弄成图片。这款号做表达性艺术治疗的疗法，是用到人本身创造和幻想，有表达的能力。咨询师会使按照个案的需求，用艺术、音乐等等的媒介来做治疗。透过图像和符号，表达出受治疗的人因的心情，也加一层丰富，唔免硬拄硬，直接吸到因唔愿展现的一面。另外，考虑到老大人行动无方便，老师也改善工具，也是小改无同方式，互因创作的过程更加舒适。所以我们就在笔上面加装了厚的海绵，让他们的手部比较稳定。然后，其实有些课也不一定要用到画笔，而是我们让他用手指直接去沾颜料，去触摸画布或者是雕塑品。讲是疗程，其实也不过是一款艺术创作的过程。南区老人之家嘛办成果展，加添长辈的信心和成就感。记者综合报道。那伫通园观音是有一个乐龄学习中心，开课教客家编稻草、甲编竹的工艺，互妈孙仔、祖孙仔做伙学，幼娃老的甲正的两代关系。老幼共学，用稻草来编草刀甲鱼啊！通园观音区的偏乡小学幼人国小的学生，对在地客家百工百业的艺术欧phong金惠阿公，学用草啊甲竹啊编物件。跟因做伙上课的，还佫有住伫附近的阿公阿嬷。竹就砍到了，做家庭用的篮子、洗衣篮，什么都有。那没有钱去买啊，以前的农家是很辛苦。我跟阿公一起做竹编的鱼，我觉得很好玩。哦，很快乐。这些小孩子有的很会讲客家话，隔壁邻居我都叫他来。高龄社会来临。政府积极推动老人活动甲在地学习，承办观音乐龄中心的幼人国小，特别强调老人甲少年囡仔做伙学习，安排祖孙仔的活动，校外关怀，还佫有祖孙仔做伙食饭等等学习服务课程。长者跟小朋友之间，我们用代间教育的方式，让他们互相来学习。那我想这样子是可以拉近孩子跟长者之间的距离。幼人国小的校长曾凯安表示，老少共学的目的。是要有社会人甲囡仔人互相学习，幼娃两代之间的关系。老大人会当为囡仔身上学到科技的新知识，也若社会人的人生经验丰富，嘛当扮演老师的角色，替偏乡教育带来更较侪资源。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咱来关心目前咱国内捐器官的人少，也搁等的人真多。主治病院器官医学中心的主任李明克，25年来投入东部器官医学手术，嘛鼓励捐器官，对东部的器官医学有正大贡献。今年75岁陈福安是一个退休的公务人员，从细汉就有志脉，53岁开始洗药剂，住伫北部，毋过伊去东部互医生看。加在等2年了后，总算等到有人捐药剂，互伊有新的人生。我移植以后，应该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产生什么抗排斥都没有。快17年的时间里面没有什么影响我的生活。医生讲，器官的捐募甲医师这条路是真无简单，因为台湾传统的风俗、对生死的观念还有文化，拢致使推动捐器官拄到真侪困难。尤其是伫咧东部，因为人口甲资讯都较少，劝募是搁较恶。因为安尼开始规划安怎关怀家属，伫咧劝募的每一步爱安怎做，慢慢累积，甲工作流程建立起来。举凡从麻醉开始，我们的整个脑死的判定，以及呢我们尸体的维护，到最后呢，我们也让家属们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尊重。那我们也让我们受赠者能够走出社会来，让家属们能够看到他们的大爱捐赠的一个亲人，那造就了整个社会国家的一个进步，很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根据财团法人器官捐赠医师登录中心上新的统计。目前排队等要换器官的患者有10000多人，其中以换药剂7000多人上济。医师认为讲，国内虽然有真优秀的医疗团队，不过煞面临着捐赠器官无够的问题，未来会继续拍拼，互这份爱会当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经理大学表出，甲台湾文学资料馆的大门的锁头换掉，无爱互管理资料馆10多档的教授张良德入去。昨昏张教授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会，面对媒体，伊感觉委屈，嘛讲今仔日会开记者会，甲代志讲互清楚。真理大学台湾文学资料馆的争议事件，昨消息一传出来，文学界真侪人出面赞声。张良德初十出席中央大学的学术研究会，讲到换锁事件，伊是感觉真委屈。郑老师会不会觉得这样很委屈，被学校这样？那当然了，当然这个我等一下也会讲，我今天的讲稿也没有，就被锁在我办公室里面，没有办法拿不到。1月5号，因为学校放假已经过了，我以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结果这个有客人要来参观，也不能进去，我带着客人，结果这个门是锁的。大选伫网络顶替张良德出声的前演委研讨会拄好甲张良德共场，并对媒体访问，伊表示张良德教授原本一直阻挡伊公开这件代志。对他当初一直阻止我，他是怕伤害到学校啊，然后也怕，尤其怕伤害到台文系啊，所以后来我是觉得肖芳这样子在无预警下就直接2度换锁，我只是帮他抱不平而已。针对校方发表的声明，张良德教授的学生嘛捌含老师做回整理大本馆资料的蔡成汉同学无法度认同。现主是即马的这个状况，就是讲你甲名义上的负责人锁伫门外口，你讲你要搬点，安尼我就唔知讲这搬点是要为倒开始，要安怎搬点？这种行为我是感觉真无迄落社会做代志的观念啦。真理大学校长陈其明昨落南表示，要甲张良德教授面对面沟通。不过，伫台北有公开演讲行程的张良德讲，拢无接到校方电话。针对这件事件详细交代，明仔载下晡2点会伫台南公开对外说明。外界有任何问题，伊嘛会做一摆回应。记者杨淑晴、谢桂林、林伟婷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啊，是原住民部落主要的粮食，也毋过由于受到食食文化的改变，加上即马一寡族人嘛改种一档会当收成2个稻啊，台啊全渐渐对原住民日常生活当中消失去。所以即马就有部落的少年家开始咧调查台啊的品种，教囡仔种台啊，希望会当把即个文化找回来。一群囡仔伫田林顺利，突然发出一张青艳艳的食物。不过这毋是杂草，是原住民主要的粮食台啊。把那个小米的种子放进去，然后下课的时候可以过来这边浇水，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长大。因为台啊是台湾原住民主要的粮食，对原住民来讲是真新鲜的作物。毋乃当摕来煮饭敬酒，嘛是传统祭典真重要的一项。毋过稻啊引进台湾了后，因为稻啊一年会当收2期，而且产量济，愈来愈侪原住民换种稻啊，而且现代食食选择济，台啊渐渐对原住民的饭桌顶消失，甚至连传统祭典嘛因为台啊的产量无够，就爱用进口的。我们一直想说，小米是原住民的主食啊，可是近几年代就是饮食的改变，小米渐渐的离开了我们的那个餐桌上，但是连文化记忆上面都离开的话，这是一个天大的事情。所以有部落的少年人开始调查台啊的品种，带国校的囡仔利用下课的时间，伫学校内底种台啊，透过亲身种植，互囡仔了解原住民的传统农业，让他们知道，其实从一小颗，然后长成一整串，长成这样一整串，其实它就是倍增的概念。你只要辛劳，其实没有什么会让你肚子饿的地方。透过亲手种台啊的课程，毋但互囡仔了解台啊的文化，嘛要教因有烧香、有保庇、有食药、有行气的道理，愿意付出都毋惊会夭折。另外，也希望部落长辈种台啊的技术甲智慧，会当甲少年辈的创意结合，甲部落传统的食食文化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那伫红头书，因为教育的资源较欠缺，家长会甲囡仔送去台湾本岛读册。有不少人大汉了后，全规气全留伫台湾本岛发展。严过即马伫咱树国校啊，有一个伫驾车老师，伊嘛是自细汉来台湾本岛读册，
研究毕业了后，决定转去红头书教册，嘛要甲家己的文化找回来，定睛伫家己出世的所在。今天礼拜3是半天，所以请你好好写，一人一张，只有1面而已哈。待会老师作业会发给你们哈，抄点落步。上课的钟声弹啊，学生囡仔赶紧行入教室准备上课。但咱所的囡仔伫读册这条路，就比别人较早面对是毋是爱离开厝内来去外地读册选择。厦门越南们，咱属在地人，伫国校的时。叶爸爸就决定把伊送来台湾读册，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在兰屿学校班级都小班级，人数很少。可是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到台东新的环境，人数30-40个，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所以我当下就觉得我有点好像快格格不入的感觉，因为其实我都是新面孔，然后没有习惯的海边跟山脉。深头啊，伫台东，厦门越南们真袂适应。嘛想无爸爸是安怎一定爱伊来台湾，一直到大学读美术科，才开始透过创作找到家己的文化认同。兰屿对我来讲又近又很远，因为其实我都是在台湾念书，所以来这边就开始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可以对自己的学校母校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很积极在艺术领域相关或者其他领域相关去了解孩子们这边孩子们需要什么。这次放的是海洋，就是也是跟我们相关的哈，也是跟12月的主题有一点接近，海洋奇缘。厦门越南们伫台湾读册了后，回来兰书服务。若目前读兰书高中的是丽娜恩，是捌来台湾读册，不过后来决定过回去兰书。在兰屿的时候很想出来读书，但是到台东之后才觉得说，原来在外面生活那么辛苦，什么就是在外面什么都做不好，就是觉得课业也会跟不上之类的，然后就觉得说什么，那我不如回家去学我们自己的文化，反正我的文化就是再不恶补，我就觉得我可能不是兰屿人了。对学校的选择，每一个人拢有无同的思考。厦门越南们讲，以伊做老师的立场，是真鼓励囡仔若有机会就出去看世界。因为其实在6年这个国小阶段，其实有实验教育，有国小，它其实这个童年，我觉得对我来讲啊，其实应该是够的。反而是说我们如何跟国际接轨，但是又没有这样的思索，我们必须没有这样的环境的刺激，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身体带到台湾，然后去感应。要安怎互兰书的囡仔有多元的文化刺激？学校伫课程做调整改变，若是有机会，嘛鼓励囡仔出门体验世界。不管是毋是留伫兰书，徛伫家长和老师的立场，囡仔的需求受教权，这是上重要的代志。记者杨淑晴、曾培文台东报道。先甲镜头来去英国，英国即马在实行慢步脚球，是专门替时大甲一寡需要复健的患者所设计的运动。伫球场顶头，毋是用走的，敢若使用行的来踢球，而且袂使互相吸着身体，嘛袂使有激烈的相撞即款行为。5个人一队就会使比赛。穿黄色衫的选手伫咧脚球场边啊，豆豆行，准备要春轮。边啊红衫队伍的球员是用脚球场边啊，甲脚举起来，准备要上场。这是为着老大人所设计的慢步脚球。伫即个比赛场顶悬，选手敢若会当用行的方式来运球，绝对袂当用走的。Walking football in Canberra has been around for 2 years now. Started off quite small with about 10 players or so, and now we're at nearly over the 200 mark. 慢步脚球是2011年对英国来的，这种运动方式专门替年岁伫咧45岁以上，也是伤患复健来设计。因为规定讲袂当走，敢会当用行的，所以场地敢若一般脚球场的1/4的大小，人数嘛敢若需要1队5个人，安尼就会当进行比赛。I've been watching football with my dad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played for about 14 years. Didn't start till I was 40 years old. I just love football. 因为规定袂当碰到身体，也是用头去弄球，等等较激烈的动作。
而且阁会当一直换人上场，唯一限制就是伫咧守门区当中，敢若温存守门员入去来保持距离甲安全。Passing to people who can't run, you can't put the ball 3 yards in front of them. It's got to be to their feet. 因为对体力的要求真高，这种慢步卡球嘛虽引起热烈的回响，都推行以来已经伫25个国家流行，嘛互中高龄的人也是卡着伤无法度踢球的人，会当搁一个来享受踢球的趣味。That's the great thing about football. It is a sport that we can cater for everyone. It's not just something that caters for one type of person. 啊，毋过目前算这项运动的人，查甫甲查某的人数比例也是有差。伫咧袂当接触身躯，啊，搁有免用走的体力因素提掉了后，无论是查甫还是查某做伙比赛，拢袂去影响到比赛成绩。慢步卡球协会也是希望讲，会当吸引更较侪女性来耍，提倡男女共同训练，达到真正运动男女平等的效果。公视新闻电视同编辑。疫情管制期间，民众踮伫厝内时间变长，就想讲无找一只动物伴来做伴，所以宠物的需求量嘛增加。结果英国有人上阵一路生理，专门去偷掠狗，再搁非法转卖。去年伫英国，狗仔报失踪的比例是比去年增加250%。牵狗到附近的公园散步，是疫情隔离期间上温暖的陪伴。不过，英国2020年以来偷牵狗的案件真多，或真侪主人担心。I think unfortunately Tig, like a lot of female dogs, has been taken so that she can be bred for puppies. And the horrible thing about that is that they don't get proper veterinary care. They don't look after these dogs. They rinse them for as many litters of puppies as they can, because all they see them is pounds. 把狗仔当作是家己的厝内人同款，有一寡歹徒把狗掠去了，亦会敲电话向主人要求赎金。有一寡是把狗带去私人繁殖场，用无人道的方式对待。They're not classed as animals, and therefore the penalty for stealing a dog is exactly the same as stealing your mobile phone. It's just seen as a petty crime. 因为愈来愈严重，有50万的网友伫咧网络顶连署请愿，希望政府修法提悬偷窃宠物的刑度。带乌目镜伫圣诞老人的无法，这只狗甲主人的装扮互相配合，坐伫咧副驾驶座，路边看到人拢感觉真心实，好因为疫情郁卒的心情较放松。Que Dios me regale muchos años más con esta belleza, porque fue un regalo de Dios. 狗是人类上好的朋友，唔但是咱安慰人的心情，也当做防疫的工作。像伫智利机场招一批检疫狗，会当对人的肝皮质深受着新冠肺炎。检疫狗伫咧过去除了会当查毒救人，怎么估计一项新的技术，希望会当帮助人类对抗疫情。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辑。天气报伫在，今仔日有寒流的到季，愈晚愈寒，有的所在气温无到10度。那明仔暗到后日的透早是这波寒流上强的时阵，乡亲一定爱穿好少。接下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0度，上悬13度。中部温度上低11度，上悬17度；南部温度上低13度，上悬21度；东部温度上低12度，上悬20度；外岛的温度是5度到1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乡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